畫面暗沉冇質感，其實90%問題都係出喺燈光度啊！拍片嘅畫質好大程度係取決於燈光，而唔單止係部相機。今日教大家最經典嘅燈光設定就係3點曝光法啦。第一盞係主燈，放喺你前方偏側45度角嘅位置，佢提供最主要嘅照明，決定你塊面嘅主要光影效果。第二盞係補光。放喺主燈對面，亮度大約係主燈嘅一半，補光用嚟填補主燈產生嘅陰影，令面部光線更加均勻。第三盞係背光，放喺你後方，打落你嘅頭部同肩膊度，佢可以產生一圈光邊，將你同背景分開，增加立體感。新手入門唔使急。可以先用一盞 LED 面板燈做主燈開始，燈光色溫建議統一用5600K 日光色，畫面會自然好多，避免混合唔同光源造成色偏。快啲試下搞好你嘅燈光啦！